佢點解覺得阿爺唔講道理兩個原因？作者都好冤枉噶喎。阿妹好曳，攞啲水槍啡，整污糟我幅畫。阿爺偏心阿妹咯，鬧我咯，呢個咪就係個原因咯。但我諗唔到第二個啊。必殺技第二式啊，高階長答技巧，點樣可以有更多重點呢？留意佢有冇比較啊。嗱，咩叫留意有沒有比較呢？如果我要比較啦，喂，我同呢位惡巴阿朴最俊啊，邊個靚仔啲啊？見到你熒光幕嘅手勢向呢邊，即係你指住我噶嘛？係咪？啱啦，指住我就啱噶啦。OK。例如你話風 Sir 靚仔啲啦，第一你要講我嘅嘢，因為風 Sir 個樣有書卷味啲啊。咁跟住你講完我之後，你就要講埋呢位惡巴個樣係點嘅。而呢位惡巴個樣咧，冇風 Sir 咁成熟穩重。咁你咪可以一開二咯。其實你諗真啲，爺爺偏心阿妹背後其實有冇比較？作者覺得佢對阿妹好過對我咯，所以呢度你咪可以揾到兩個 point 咯，就係阿爺對阿妹有幾咁好，第二再講佢對我有幾咁差咯。嗱，所以呢度講兩個 point 就係啦。首先，作者認為爺爺得知妹妹哭後，便馬上責罵我。嗱，呢度係咪講阿爺爺對我幾衰啊？另外，爺爺沒有責怪阿妹妹弄糟作者的話，你咪睇得出佢對阿妹幾好咯。咁咪兩個 point 咯。